自我，硬漢子拼出一身刺，流汗血盡赤心，追尋大意義，生命作賭注，留下了英雄故事，憂患見骨氣，昂步顧盼似醒獅。歡迎收睇警訊。Samuel Sir， 唔經唔覺咧，警訊已經播映咗40年啦。冇錯啊！節目喺1973年啟播之後咧，就由5分鐘嘅黑白製作，一路發展成為今日咧每個禮拜半個鐘嘅中英文兼備節目噃。而唯一不變嘅咧，就係我哋嘅宗旨：傳滅罪信息，建警民橋樑。冇錯啦！所以喺今日咧，我哋就會為大家帶嚟一套由真實個案改編嘅劇集。等大家咧了解多啲有關商業罪案調查科嘅工作。劇情咧就係描述一間上市公司嘅主腦利用虛假嘅交易騙取咗銀行巨額嘅貸款之後，仲嘗試利用會計嘅手法去掩飾自己嘅罪行。而呢套劇集嘅名稱就叫做《黑洞》。無休止嘅貪念就好似黑洞一樣，將好多人扯咗入去，無法自拔。令氏集團主席令七、副主席令峰因串謀訛騙被裁定罪名成立。你涉嫌同一單串謀訛騙案有關，而家正式拘捕你哋。Hello。哇！買咁大包嘢嘅，咩嚟㗎？睇下，咁大包嘅。呢啲健康食品嚟㗎，我買咗佢隻股票賺咗錢。股票之前聽見你講買股票嘅。咁啲同事話會升啊嘛，咁咪買少少試下咯。咁佢又係大公司，又唔係嗰啲股仔喎，何況而家都放晒啦。放咗還放咗啫，但係買股票始終有風險㗎嘛，冇亂嚟啊！做咩啫？而家啲人買俾你食㗎嘛，無端端喺度鬧人。我唔係鬧你啊，只不過咁你知啦，揾錢好辛苦㗎嘛，你又聽人哋講，咁萬一個唔覺意輸晒咁點算啊？擔心你啊！咁我估你一定又係掛住做嘢啦，未食飯㗎啦，嗬？嗯。咁不如咧，我煮你最中意食嘅餐蛋麵俾你。我中意食蛋餐麵。我煮咩你都中意食嘅咧。嗯。咁你等陣啦。快啲！好啦。有杯，喂，七叔、細凌生，為公司嘅股票上歷史新高飲杯。我諗我都換新車啦。換車咁冇大志，換樓啊嘛。係，換樓喎。呢支係皮幾嘢嘅喎，你哋幾識飲啊？爹哋，啲錢要嚟使噶嘛，唔使咪係數字。係啊，七叔，揾到錢要享受下㗎。趁住而家個勢，再做大啲佢。我哋大佬收購差唔多搞掂㗎啦，美國嗰邊等緊我哋覆嘅啫。睇定啲先，最緊要一擊即中。爹哋，我哋而家係基金外股，人人唱好㗎喎。我知啊。咁我哋咪開多幾間空殼公司，再問銀行借得10億8億咯。係啊，七叔，銀行水浸實掂㗎。Chris， 你跟我20幾年，幾時變咗做老細啊 ？Sorry， 七叔。再嚟公佈業績㗎啦，搞成點啊？放心喎，財務部班會計而家咪砌緊咯，唔使擔心㗎。你哋兩隻嘢啊，做還做，最緊要有分寸。
呢單 case 咧要攞呢個 advice， 你繼續查落去，唔好有咩甩漏。如果有咩嘢再同我講聲，我要幫你安排。OK。邱家傑，阿 Sir， 我哋收到一封匿名告密信，話令氏健康食品公司佢做假賬，營業額呢幾年倍升。佢哋間公司幾年前先至上市，但係佢哋嘅股價就不斷咁上升，而且琴日仲上到歷史新高添。但係呢間公司佢哋嘅生意額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幾年之間倍升？的確好令人懷疑。一間上市公司咁多人睇住，佢哋咁大膽？告密者仲講到實牙實齒，話佢哋喺美國、加拿大，甚至乎喺澳門成立咗好多假嘅空殼公司，做好多假嘅買貨記錄，從而令到令氏嘅營業額大升。跟住用呢啲記錄向銀行不斷咁借錢，而且仲越借越多添。告密者仲提供咗呢啲海外空殼公司嘅資料俾我哋㗎。唔好打草驚蛇，一大隊人上去上市公司調查，好大件事。啊！你頭先話有幾間空殼公司嘅資料，就由呢度入手，睇下有冇蛛絲馬跡。我估佢哋想做靚啲盤數，方便同銀行借錢，然之後再撐大營業額，推高股價。我會從呢個方向入手查。阿傑 ，OK 嘛 ？OK 啊。嗱，呢單 case 交俾你㗎啦。哦，冇問題。呢單係大嘢，如果真有其事，好多股民同埋銀行都會中招。真唔明，咁有錢都要貪得無厭咯。錢冇人會嫌多㗎，你幫我跟緊啲啦。好啊，幫我翻出先啦。OK。喂 ，Jessica， 喂 ，sorry 啊，頭先開唔會啊。阿傑啊，你幾時得閒啊？爹哋媽咪咧話好想見下你，同你食餐飯啊。我都得㗎，幾時都得啊？你約咗你話俾我知啊。好啊，咁我約咗佢哋之後就話俾你聽啊。嗱，你記住準時到啊。知啦。好啦 ，OK， 拜拜。有錢梗係揾盡佢噶啦，死老嘢唔花嘅。七叔份人就穩陣啲，我跟咗佢20幾年，見慣噶啦。你而家企喺我邊定佢喺邊先？石連生，我梗係企你嗰邊啦。OK， 啲學你幫我搞掂佢。冇問題，你唔講，我唔講，做咗佢都唔知啦。到時揾多幾億，佢就冇聲出噶啦。到時佢仲會讚叻仔添。Chris， 換車係我數，多謝石連生。使乜多謝我啊？有錢齊齊揾，你多謝啲股民啦。石連生，我出去做嘢先。嗯。Yes。喂，表哥啊，咁好又揾我，又有好介紹啊！果然係醒目仔啊！嗱，我哋令氏咧要谷大啲業績，然後再向銀行借錢。而家我揾你開多間公司，你照同我哋令氏買貨，有着數，梗係預埋你啦。冇問題，不過間公司又報個住宅地址啊，怕唔怕㗎？使乜怕啫？嗰啲係數師自己人嚟㗎嘛，唔會查嘅。咁查起上嚟點算好啊？你耍下佢咪得咯。嗱，我知道過2日啦，核數師會過嚟澳門揾你，循例查條數。你到時好好地招呼佢，飲飲食食入我數啦。好，收到，拜拜。
頭位，徐生啊？係啊，我到咗碼頭㗎啦。我而家準備咧坐的士上去你公司。你喺度啊嘛？咁你唔好行開咯。OK，一陣見啦，拜拜。喂，老豆，我而家出去啦，約咗同學温書啊。哦，好啊。係啊，今晚約咗朋友食飯喎。咁你自己今晚搞掂啦。好啊，我同同學食啊。喂 ，Stanley， 係啊，你係徐生嗬？係，入嚟坐。坐啊。點啊？呢度難唔難揾啊？哦，一般啦。徐生，呢度就係你公司啊？係啊。似住家多啲喎。係，你知啦，澳門而家地方少，租又貴。我啲小生意喺屋企做㗎啦。小生意？喂，你啲訂單啊，全部億聲㗎。嗱，徐生，我想睇一睇你貨單同埋訂咗嗰啲貨。吓？啲貨單？啲貨單咧，遲啲先睇啦。我哋去食飯先。呢度咧有間酒樓咧，啲嘢好正嘅。我訂咗位啦。嚟啦，行啦。好。唔該。點啊？呢度啲雞包翅正唔正？幾好。老細埋單係嘛？哦，1900蚊。呢度2000蚊，唔使走。多謝。嗱，數還數，一人1000蚊啊！有啊，呢餐我嘅。唔得，一定俾翻你嘅。嚟啦，唔好客氣。嗱，一陣間先同你計。講翻正經嘢先。我咁遠過到嚟咧，係為咗睇啲送貨單嘅。咁幾時有得睇咧？啲貨單遲啲先睇啦。你咁遠嚟到呢度，我同你去鬆一鬆先啦。咩鬆一鬆啊？嚟啦，行啦。喂，徐生，喂，徐生。喺呢間。嚇？喂，咪啦。嗱，老實講，我過到嚟係為咗做嘢嘅啫。你有冇貨單同貨俾我睇先？啲單咧，會計就唔知擺咗喺邊。啲貨零時嗰邊又咪送到過嚟喎。其實咧，核數呢樣嘢，求其咪算數咯。嚟啦！喂，唔好啦，又冇貨單又冇貨，你唔好阻我時間啦，我走先係咁啦。喂 ，Stanley， 唔係嘛？有冇搞錯啊？你收咁貴，而家先話唔做 ？Steven， 做得到我一定做㗎。我去澳門 check 嗰間公司，上到原來住家嚟嘅。我想睇下啲貨單啦，佢唔俾；睇啲貨佢又冇。唔使講咁多啦，你要加錢啊嘛，開個價嚟啊！幾多啊？唔好啦，你公司啲數咧實在太亂啦，啲交易又跟唔到嘅。亂就梗噶啦，唔係使乜揾你咋？呢單嘢我真係孭唔起啊！嚟，講開個價嚟。Steven， 當我多口講句，唔好去得太盡，跟住翻唔到轉頭。你教訓我啊？你唔做大把人做，你同我拉出去！喂 ，Keller， 係啊 ，Stanley， 幫我接大靈生，有緊要事揾佢。
你哋搞乜嘢啊？頭先 Stanley 俾電話我啊，話盤數唔掂啊，你點搞㗎？佢玩嘢啫，冇問題嘅，七叔。我有間核數師樓好熟，自己人嚟嘅，包搞掂嘅。信你一程都死啊！爹哋放心喎。放心，盤數唔掂啊，監都有得坐啊！我未驚過啊！你哋出去啊！唔好俾埋蘇收屎我自己揾下數師，正一食塞米嚟嘅。爹哋，你聽我講啊！喂，老公啊，嗱嗱聲將公司股票全部放晒去，唔好問點解啦。總之股票會跌到七彩噶。係啊，唔講啦。爹哋，其實仲有大把方法補救，我大把係數師啦。係啊，七叔，你哋出去啦，唔好煩我啦，出去啦。阿 Cat， 快啲同我做翻幾張單。做咩單啊，細靈生？做翻我哋出貨俾澳門嘅貨單，仲有連運輸公司嘅送貨單都要做埋。Chris， 你幫我睇晒阿 Cat 做完即刻攞俾我。知道。阿 Cat， 你盡快搞掂佢，半個鐘頭之後我翻嚟揾你啊。好。究竟商業罪案調查科嘅警務人員係點樣將呢一班金融大鱷繩之於法嘅呢？我哋下個星期繼續留意警訊就知㗎啦。講開調查商業罪案，到底商業罪案調查科又扮演咗一個乜嘢重要角色呢？較早前我就問過阮 Sir， 阮 Sir 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講下商業罪案調查科響處理嘅案件咧有啲咩特別呢？好啊，Samuel。其實商業罪案調查科嘅俄編調查組係專責調查一啲性質相對嚴重同埋複雜嘅商業罪案，其中包括有組織嘅洗黑錢活動，其次係牽涉上市公司嘅騙案，同埋一啲不同類型嘅複雜騙案等等。阿 Sir， 咁其實喺香港呢一個商業社會，點解會出現呢一啲嘅大型商業罪案嘅咧？大型商業罪案嘅出現咧，其實係基於好多唔同嘅外在因素嘅，其中包括社會同埋經濟環境變化。有關上市公司嘅詐騙案，喺過去10年間，商罪科總共提出咗18宗嘅檢控，其中有12宗已經成功入罪。數字反映警方喺偵查同埋打擊上市公司詐騙案嘅決心同埋能力。咁商業罪案調查科嘅努力對香港有幾重要呢？為咗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我哋會繼續同其他不同嘅監管機構同埋業界嘅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努力不懈打擊唔同嘅商業罪案。Samuel Sir， 如果觀眾想收睇警訊嘅節目內容嘅話，除咗喺電視機，其實咧去警隊嘅 YouTube 頻道一樣可以睇到㗎。冇錯，為咗要推廣警隊嘅正面形象，同等大家了解多啲有關警隊嘅資訊，除咗電視節目內容之外咧，大家其實可以喺警隊嘅 YouTube 頻道裏面咧有更加多嘅資訊嘅。我哋一齊睇下以下嘅片段啦。喂 April， 食飯咯喎！唔食啦，要減肥啊！我而家咧喺 YouTube 嗰度睇緊人哋點樣教減肥啊！坐喺度都減到肥嘅咩？我 friend 俾咗成1000蚊參加嗰啲什麼減肥計劃啊，都減唔到。你喺度睇 YouTube 邊減到㗎？咁即係啲 YouTube 片唔可信㗎？咁又唔係，我知有一條 channel 咧就一定可信嘅，關於警隊嘅。係咪嗰啲警匪片啊？梗係唔係啦！我睇報紙啊，嚟緊警隊會有條官方 channel 喺 YouTube 啊。咦，我之前細佬都有參加過嗰啲少年警訊嘅交流會，之前喺警訊都睇唔到。咦，咁呢個 channel 有冇得睇㗎？梗係有啦，仲會有飛碟 Sir 睇添啊！咁你快啲過嚟幫我 search 啦！唔好咁心急，等我過嚟幫佢揾。喂，係咪呢條短片啊？咦，好似係喎，開嚟睇下。喂，呢個唔係你細佬？哇，係喎！咦，條片啊仲長好多添啊！哇，真係原汁原味啊！係喎，下面仲可以留 comment 添喎。使用網上平台已經係好多人生活必不可少嘅一個部分啦。而社交媒體咧，亦都係加強咗信息同埋資訊嘅流通同埋傳達。有見及此，香港警隊響去年已經推出咗首個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而喺啱啱嘅3月26號，我哋更加推出咗香港警隊 YouTube 頻道。頻道嘅內容多元化，包括最新上載嘅片段啦、精選推介、防罪資訊、工作篇、活動篇同埋讚賞篇。
大家睇完網上嘅片段之後咧，就可以作出評論，又或者係留言。呢一啲嘅內容咧都會被公開㗎。但係如果內容咧牽涉一啲不恰當嘅成分，例如係涉及攻擊性啦、暴力、色情又或者係侵權嘅內容咧，都會被予以剷除。如果大家對我哋嘅頻道又或者係流動應用程式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警察公眾網頁度瀏覽啊！香港警隊嘅 YouTube 頻道咧，已經喺今年嘅3月26號推出。有興趣瀏覽嘅觀眾可以去到 YouTube 搜尋香港警隊，又或者係 HKP Channel 噶。而我哋嘅香港警隊流動應用程式咧，亦都推出咗1.3嘅更新版，加入咗電子報案室嘅功能，大家可以透過呢個程式咧去報失財物啦，舉報一啲科技罪案，又或者係提供任何類型嘅罪案資料噶。冇錯啦 ，Sammy Sir， 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冇錯 ，KJ， 不如喺節目結束之前呢，你代表我哋去吹蠟燭慶祝40週年啦。好啊。好啦，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盡赤心追尋大意義。